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如果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冇以下嘅症狀咧，即係代表你血管好健康嘅。希望你一個都冇中啦，因為真係好重要㗎。咁首先第一啦，就係起身嘅時候會頭暈。咁如果你每日朝頭早一起身嘅時候咧，就會覺得頭暈，甚至會天旋地轉嗰種，甚至要等一陣你先至恢復到正常嘅情況之下，咁呢個好可能咧就係血管嘅供血出咗啲問題啦。之前有啲朋友同我講咧，佢每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手指都會麻麻咁樣嘅，要等咗好耐先至恢復正常。結果佢走去醫院檢查，腦血管真係塞住咗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手麻腳麻，咁唔好成日覺得係姿勢瞓覺唔好。咁好可能就係呢種情況，好可能就係血管話俾你聽係塞住咗嘅，供血出現咗啲問題。第三啦，就係臉腫、眼腫、眼皮腫。咁呢個情況咧，又唔係飲多水嘅，亦都唔係捱夜嘅。但係咧，每日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塊面都會浮腫咁樣嘅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就係好明顯，就係會心臟供血嘅問題。咁所以咧，一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如果唔會手麻、頭暈、浮腫、眼皮浮腫嗰啲問題咧，咁好明顯你嘅血管係好健康嘅。但係如果萬一出現咗呢三樣是但一樣嘅情況之下咧，咁我就覺得需要越早處理越好啦。咁我今日分享嘅就到呢一度。如果鍾意我嘅影片嘅話咧，歡迎俾個 like 我，同埋或者subscribe 我嘅YouTube channel。咁或者有需要想知道更多嘅資訊，歡迎喺下面嗰度留言，我會逐一睇到，亦都會回覆大家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